好了，黄老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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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啊，没有亲自能接你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，都是公务分内的事儿。啊，黄老，你好，总算派您来，我们一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跟您好好学习，你一定多给我们指点指点。好，哎，是啊，黄老，您是这个型号的导弹专家，导弹上的所有的问题，对您来说都不是问题。你还别说，我就剩这点本事了。报告，黄院士您好，我是随队的心理医生黄文。黄医生。黄老，你看，咱先进去吧。对，黄老您请啊。好，请。你干嘛来了？黄院士不是过来解决装备问题吗？我就……是啊，那也不是系列方面的问题啊。但是我也想一起。你想干嘛呀？发表点心理方面的意见。这样啊，等咱们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心理方面的问题再解决，好吧？啊，去吧。退后。黄老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谢谢啊。黄老，哎，那个心理医生哦，咱们呢是内部的技术会议，外人呢就不参加了。哎，您坐啊，黄老，坐过来，您合适。好，黄老真是细致周到啊。是，少一个下级啊，黄老都发现了。不是说姓黄吗？我以为一起开会。咱们啊是内部的技术会议。黄老，这样啊，这个导弹呢已经返回原厂，我们现在车上呢是模拟弹，但是我们把当时所有的数据还有视频的画面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也希望黄老给我们好好卖啊。情况我都了解了，事故报告呢我也看了，原始数据的参数还有1检、2检、3检的报告我都仔细的研究过。来之前呢，我还进了一趟厂，对那枚导弹进行了反复的测试，测试结果没有改变，导弹没有问题，但是。就怕听但是吧？但是呢，在整个事故当中啊，存在着一个疑点。按常规来说，导弹出现了故障，我们是可以对故障进行还原重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复制出导弹当时的状态，从而判定故障的起因。但如果复制不出来，那就基本上不是。我说的是基本。那个就像是你有一台车，你怎么也打不着火，送到了修理厂，人家把钥匙一插着了，这什么原因？单凭偶发的事件，我们是无法精确的判断事故的原因的。这枚导弹运回厂里以后，再也没有出现过 HBO 指示灯闪断的实际问题。我们经过10次不间断的起数测试，它均能达到发射站标。按照检测的规则，我是可以给这枚弹盖章放行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，我还有但是。那，我看到了一份心理测试报告，这个当事人呢叫夏卓。对。你们这儿的是这个夏卓坚称，他确实看到了 HBO 指示灯的闪断，而且他对测发控平台上完整的各时段的数据，精确到每块仪表都记忆犹新，复述正确。他写下来的各项参数跟我们得到的完全匹配。这说明什么？第一，我很佩服有记忆力这么好的人。第二，有这种超强大脑作为背书，我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和评估这次的事故。这就是我亲自来的原因。黄老，你看啊，我冒昧的打断一下，
这个心理评估报告吧，我们呢更愿意相信这个科学的数据。心理学也是科学呀。是，但是心理学这一块，那个黄老的意思是啊，对整件事情的重新评估，所有的意见都有可能成为参考，对吧？有价值的参考。科学嘛，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。事情推进到现在，无非就是围绕着 HBO 指示灯亮过与没亮过之争。但如果我们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就给这枚导弹盖章放行的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就很有可能还出现如此故障。科学嘛，最讲究严谨。对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做到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。对。所以啊，我呢是想去看看这台车，928号发射的。928车现在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上面那弹现在就是模拟的弹，您看在这儿。哦，挂上模拟弹啊。哎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策发共的2位非常资深的班长。哦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黄教授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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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车辆返回没什么异常吧？没有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哎呦，那这样，给我准备一身工作服。好，还有，在这儿吧，在这儿帮我搭个铺。我要是困了，就在这眯会儿啊。这个黄老，您这是打算工作多久啊？那可没准儿，也许一会儿，也许得一天，也许1星期。黄老，咱们待机库啊有休息室，那个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啊不，搞检测就得跟设备同吃同住。我要是离开几个小时啊，就无法了解这几个小时车内系统的变化，各工况的数据我都得要。啊，明白了。那这样，我呢给您派2个战士，24小时站岗。从现在开始，这辆车啊不允许任何人碰，您看行吗？行，谢谢连长，谢谢指导员的照顾。我就是这实验室的命啊，习惯了。哎呀，这突然想起什么来啊，手头上就必须有东西，1秒钟都不愿意耽误。咱们抓紧吧。哎，要不然怎么说您是国宝级的专家？哎，陈班长、胡班长，这样啊，咱们在那地方啊支一个帐篷，然后找一个床啊，争取找一个西蒙斯的，别太软了，也别太硬了。也没什么异常，你要需要什么数据的话，随时告诉我，我叫人给你拿过来。好，放心啊，不是把车开回营区吧？那样方便。是啊。哎，黄老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把这车啊开回营区，你想工作多长时间都可以。不麻烦了，这儿挺好，你看这儿空间大，我那些设备支开了，也蛮占地方的，不折腾了，不折腾了啊。那个工作服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让夏卓来见见我。给你。这都是你要买的啊？哎呀，一边姐说给我介绍个大单，一开始我还不信呢，真大呀！现在信了吧？现在更不信。这也太多了，这我垫付不起啊！不用你垫付，我给你，多退少补。妈呀，你一当兵的，你这要开小卖部啊？这是第一单。哎，你联系这个琴行啊，跟老板说我要这个型号的琴。你一定要叮嘱老板小心一点，把它包好了，别碰坏了。这把琴很贵的，3万多呢。3万多啊！3万多！哎呦我的老天爷啊！我那车才6000块钱，你这3万多。哎，这把琴代购费怎么收啊？琴就不要你钱了，那我们这该赚的赚，不该赚的也不能赚呀。我们货郎有我们货郎的行规呀，是吧？这一单够了。哎，这里面有5000块钱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客气，你就下次再给我嘛。哎呦，不是，这里边有汇款人，还有地址，信息我都写好了，你寄给他就行。行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梁诺老师的事情，他最近一直没有回我信息。梁诺没回你信息？哦，好，懂了，给你带个话呗。
你说啥？是说你想他呀，还是什么呀？你就问他，为什么没有回我微信？哦嗨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真不怪他，就我们那个地方呀，信号特别的差，他有时候有信号，他有时候好几天就都没信号了，就一阵儿一阵儿的。然后这次不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山体滑坡吗？那基站就坏了，坏了以后就彻底没信号了。这样。哎，那你跟他说回不了信息，给我写封信，行吗？还挺浪漫。行，带封信。哎，那我给你拍张照片吧，我回去发给他看。哎，你拍照干嘛呀？证明你是真的呀，我没撒谎呀，是不是？哟，还挺上相的。给我看看。啊，来，什么？别乱发，我穿着军装呢。哎呀，懂。那个，把钱结一下吧。你都记着了啊？记清楚。4点。行了。哎呀，好嘞！哎呀，我的财神哥哥呀，以后你还找我啊？你买东西记住我这张脸啊，记住了啊，回见你啊。哎呀，只能把事情给办好。有敌情啊！什么敌情？哎呀呀呀！那一阵黑烟，什么玩意儿，滋溜一下就过去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耶，还藏着掖着呢，这不小货郎吗？都认识啊。哈哈，都认识。哎呀，可惜了喽，他这买卖啊，算是干不成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还不知道呢，上面文件已经下来了，说是要彻底解决偏远地区的辐射问题。要不了多久，咱们连也会有自己的小卖部了，统一采购，统一销售，和吕布的辐射一样。啊？那这小货郎怎么办呀？哦，这倒也是啊，这要不说呢。哎呀，尽聊吃喝了，差点给忘了，连长让你马上去一趟代机库，车就在。早说呢，你车就在外边啊。报告排长，我是战阵连1排的夏卓，这是派车单。好的，你稍等，这安排。夏卓去代机库干嘛？嗨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 HBU 指示灯的事儿。哎，这事儿啊，竟然把咱们连搅和得够呛，连长和指导员天天蒙在代机库里，回都回不来。我就在想，灯怎么就能亮啊？对呀，哎呀，真是无奈啊！我前天去小卖部，人家小卖部的人都问我，你们连的人最近是怎么了？一天天魂不守舍，忙东忙西的。真是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来，离我近点说。没有。来啊！夏卓，夏卓啊！是，来吧，6号车。夏卓是吧？黄教授。您好，我叫夏卓，听说您找我。小伙子，一表人才啊！
你是学理工科的？是。计算机专业？是。我看过你的比赛。那都是过去式了。棒。怎么想起当兵了呢？说来话长，之前见过一次实弹发射，觉得挺酷的。这当兵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挺苦的。有意思。我呢，虽然不是当兵的，可也跟部队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听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不苦、不累、不想家。实事求是嘛。好，我喜欢你的直率。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听说过。您是总专来的专家，是工程师还是教授？我叫黄立，立正的立，是这枚东185的总设计师。首长好。我不是什么首长，你叫我老黄就行了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显得没礼貌。叫黄老还行。好，随你便。你也别紧张啊。我呢，请你来，主要是想跟你好好聊聊。另外呢，你能不能帮我还原一下那天的操作？可以。来。一只乌鸦飞呀飞，飞到大西北，西北没山又没水，不知多后悔。哎，怎么？人家那歌里吧都是孔雀东南飞，您怎么来一乌鸦西北飞呀？你懂什么呀？啊，这叫原创歌曲，是我叶子萌自己作词作曲的歌。好好听着得了。好，懂不懂什么叫原创？一只乌鸦飞呀飞，飞到了东北。你他妈疯了！谁让你到训练中心弹吉他的？这大中午的不是？大中午也不行。谁允许你来的？还有你这个手，你不怕畸形了啊？你手畸形了怎么干好手啊？啊？你策划控点火，你都得用这个手。班长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他们俩非得拽我来，说我这歌写得好，作词作曲好，说我这歌名更好。乌鸦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就你写那歌，大妈广场舞的调儿。谁的歌像广场舞？谁的歌像广场舞？还撒谎，你还撒谎，人家都觉得你歌像广场舞，你还撒谎，啊？哎，不是，广场舞，你说他歌像广场舞啊？广场舞怎么了？广场舞俗。哎，谁告诉你广场舞就俗了呀？你知道国外年轻人才上广场上跳舞去呢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广场舞高手如云。什么伦巴呀、恰恰呀、快四啊、慢四啊、黑泡啊，什么都有。你郎嫂就天天跳广场舞啊，她就爱跳广场舞，她就每天给我发广场舞视频，很开心呀。班长，我嫂才多大年纪，她去跳广场舞了？广场舞跟年纪没有关系。哎，不是班长，我前2天我刚看新闻，说这男女最好别跳广场舞。男女跳个舞，男女跳舞又不是男女一块洗澡，怎么就不行了？你们这才来部队几年啊？你们待时间长了，你们的爱人天天在家里，一年能见几面？你能每天陪着他吗？他跳个广场舞，他愿意跳广场舞，他开心，他能交到朋友，他愿意爬山，他愿意跑马拉松，只要他开心就可以。我就不爱听说广场舞不好。王班长，哎，连长叫你。好，来了。耽误我时间，你们没人地儿唱去啊！还有你这手养好了再唱，啊！班长再见。是班长，再见。笑个屁！咱们战刃连的基本情况就这些了。总之呢，怕吃苦，那就打报告走人；想上进，那就留在这儿。
这儿可是咱们捋拳头中的拳头。报告班长，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吃苦，为了锻炼自己，用我们热心、关心、细心、耐心，让病人舒心、安心、放心、宽心。对。哦，还有严卫生员，以后我们要多向你学习，学习你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品格。以后您就是我们的老师。对。我只是一个卫生员，我还不是军医呢，咱们都是卫生员。只要穿上白大褂，那咱们就是白衣天使啊！医生不分3六9等，救命救人那才是天职。你说的对，我呀就比你们早几年来这个部队。那早1年也是老兵啊，这老兵就是老兵，班长就是班长。以后咱们这儿不用再孤单了，3人行必有严卫生员。说的对，来哦。钱磊，你看人家王田，他多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你这是紧张还是怕我呢？没有，班长啊，主要是我嘴笨，然后知道。冰冰。啊，来新兵了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都。没事。哎，啊，别走，你来的刚是时候。来，过来。干嘛呀？进来。不是我不好意思。来嘛，不好意思什么？看啊，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位老兵林安邦。不老，年轻啊。把他那帅气的脸孔给我记下来，以后他来看病，先喊我。我要是不在，等我来。为什么呀？为啥呀？因为爱装病啊，爱当志愿者啊。给点面子你。走吧，带你们看下输液室。是，待着啊。自己吃。哎，欧阳，你不是考学吗？怎么连考研的英语你都学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要是能把考研英语弄明白了，考学的还用说吗？不愧是百发百中的好手，牛！你干啥呀？你这又干什么？又把退伍报告拿出来给我了？干嘛你？这不是去年没批吗？是去年没批啊，那就搞得像今年我就能批似的。你这闹！连长，我到年限了。哎呦，我知道你到年限了啊。老杨啊，咱们连今年有2个1级士官长都要退伍，是吧？对咱们全旅全连那都是一个损失。你作为我的老兵，我们连的中流砥柱，你呀配合点我的工作。不是连长，我到年限了，这该退伍了。哎呀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咱们连刚刚完成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啊，全连上下沉浸在喜悦的这种氛围当中，立功的立功，受奖的受奖。旅里面呢，过2天还给咱们连批一个集体功。你看我10天8个月没洗澡了，好不容易从待机库呢，我出来缓一缓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我放松放松。你说你就把这东西给我拿过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回！行，不是，连长，我这次是铁了心了。谁说的不好使？我知道，因为立功受奖没有你们，百发百中不是你们车组完成的。我不想说这事儿。有什么不想说的呀？老杨，你说夏卓他们为什么来当兵？他们青春迷茫的时候有一次在海边看到了咱们火箭军
实弹发射，一下子受到震撼，所以他们就说一定要来当火箭军，于是就来到咱们战士连了。咱们旅里面有4个大宝贝，名字我不说了，这4大长老也在咱们战士连。他们为什么来啊？是因为看到了你杨万金、杨一指的发射，他们才来的。我知道这些，可是那又管什么用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想开点。去年咱们旅好几次实弹发射任务，你看看你连长我，啊，当兵10多年了，也就打过1枚弹。那玩意儿有多金贵，你不知道啊？换成954步枪，哎，你要是打子弹，你想打多少打多少，我让你打到吐。可是那东西一打2个概念，那不能当饭吃，说打就打吧。我没有当饭吃，可是那机会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。你把它让给欧阳俊他们了，是我让的呀。你们单元下着报故障，我只能停止发射。我要是不让备份单元发射，百发百中的任务能完成吗？行了，我呢跟你说点实话啊，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想着让夏卓打这枚弹。他跟我说了，他不想在部队干，干完2年走人。我能把这么好的发射任务交给一个不想在部队干的人，我培养他我干什么？可是我没有办法呀。民主推荐，把他给选出来了，那就打吧。可是你们车组偏偏又出现故障了呀。那不是我们车组，那是他。你呀，你这兵都当到哪儿去了你？我跟你说，行了，拉倒吧，咱俩今天的谈话啊，到此为止，哪说哪了。你这个退伍报告，我肯定是不批。如果呢，你越级打报告，上级要是批准同意了，我就祝你前程似锦。拉倒吧。不是连长，别说话了啊。老杨，我再送你一句话啊。一个车组协同作战，你是车长，出现问题了，勇于承担责任，别说这么多理由。我没推卸责任啊。想明白再跟我说话。好了。小夏，这程序真是你做的？是我跟另一个战友。欧阳俊是吧？是。您知道他？我对你们俩都有所了解。你把这个原始的程序架构调出来。是。
你这干啥睡跟死猪的觉不行？哎呦，干啥呀这是？班长，干啥呀？大半夜吓我一跳，我差点把我尿给呲出来。你先尿，尿完了过来跟你说。没事。咋了？啥事儿？大半夜的。这咋了？这是啊？有点说不出口，妈的。出啥事儿了？我先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跟你媳妇关系咋样？按道理挺好的。啥叫按道理挺好的？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怎么叫按道理？这怎么说的？挺好的。那你这老不回家，你媳妇儿跟你好啊？那咱军人家庭都这样吗？那不抱怨呢？就哄呗，安慰呗。那他也能理解啊？那有的时候也不理解，也吵架，就那么着呗，那能咋办呢？咋了呀？我出啥事儿了？啊？算了，不说。别呀，班长，这干啥呀？大半夜的，你这是冲笼子一来，戴个墨镜，这出啥事儿了？你嫂子啊，跟人跑了。黄老，哎，这儿呢，小邵是吧？黄老，来，过来搭把手。到车底下去了。哎，黄老，来，您这腿脚本来就不好，可得注意啊。哎，不钻到车底下，怎么知道这线路有没有问题呢？来，黄老，给您带了夜宵。哎，别放这儿，这有图纸。哎，你拿那儿去。好。来，黄老，哎，黄老，您吃完夜宵就早点休息吧，这也不早了，咱们明天再弄。哎不，年纪大了，习惯晚上干活，安静啊。哎，夏卓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这臭小子，我找他去。不用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行，黄老，有什么事儿您用对讲机叫我，今天我值班。行，黄老辛苦。哎，你辛苦，再见。哎。哎，黄医生，指导员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我正想跟您说呢，士兵心理干预系统要进行首轮测评，明天我就回基地医院了。这段时间采集到的数据非常宝贵，打扰到你们了。别这么客气，明天我送你，我也希望早日看到您的研究成果。好，早休息。那我就先去了。
证据确凿吗？啥证据确凿吗？你嫂子都跟我自首来了，主动找我来了。你嫂子说跟我过了20多年，跟离婚也没啥区别，老也见不着面，她也不想这么往下过了。哎，不是班长，这你呀，你先别这样，这没准是嫂子说的是气话，气你的。啥气话呀？这叫气话？你瞅瞅，你说这俩人亲密的，那小视频传哪都是。你看俩人跳的，你瞅瞅。哎呦，还有啥呀？跳的还挺好的。你还乐？我让你看节目呢，你就不能心情沉痛一点吗？这都成网红了，俩人现在，我都成网绿了，你还乐？谁给拍的呢？不是班长，这，嫂子自己都真承认了吗？他承认了呀！我上来不就说承认，主动俩人找我投案自首的。你看那个样，你看那个表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给他浪的，你看这给他浪的，你看，你就说这要是你媳妇儿，你怎么办？我肯定一个鼠标加电炮，梆梆梆。我明天回去一趟。不是，你现在要是回去啊，你肯定会干那些特别冲动的事儿，这是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不是，你就少废话，你就说给不给假吧，明天。没有，这样你让我好好想想，我想一想，啊。好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去看发射留存的视频资料了。是。有结果吗？没关系，咱们有突破。你看啊，这是侧发控系统的一段代码。这是你使用过那枚导弹的匹配代码。当导弹起数以后，发射车与导弹的关系应该是什么？那应该是教练员跟球员的关系。教练员发出的战术指令，如果球员不去执行，那不行吧？没有能力执行，那就更不行。你看，这是你们修复系统时重新设定的恢复出厂设置时留下的文件。这个文件没有更新，没有更新呐。没有更新，导致车辆无法正确的识别弹体，致使一部分数据可以交互，一部分数据不能交互。这部分数据哪里去了 ？HBO 指示灯。对，就是它。HBO 负责什么？HBO 负责校正弹射点火和导弹点火的时差，确保导弹被推出发射筒之后2次点火完成发射。一提到未来呀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于
守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